近年流行病肆虐，周圍都好多人咳，病咗好容易手尾長。好返之後，我哋一家人氣咳敏感嘅症狀都持續咗好耐，連睡眠質素都影響埋，免疫力梗係差啦。咁樣俾我揾到由香港同埋美國註冊藥劑師都同樣推薦嘅品牌 Pure Vita 純之益全新嘅附肢蟲草，每日2粒，強肺補氣，守護我一家人嘅健康。結合3大珍稀成分，蟲草強肺就大家都知啦，肌蟲蛹提升免疫力，再加上坊間少有嘅苦雨靈芝，功效經過臨床測試，特別針對呼吸道氣管健康，咳喘特別見效。如果有鼻敏感症狀嘅朋友都好適合。食咗之後咳少咗，氣管冇敏感啦，連鼻塞嘅症狀都明顯改善，咁梗係瞓得好啦。嗱，流行病高峰期可以提升到全家人嘅免疫力，擔心都少啲啊！人生冇嘢緊要得過自己同埋家人嘅健康，預防勝於治療，係時候同屋企人一齊食 Pure Vita 附肢蟲草。各大屈臣氏及官網有售。